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妙思慧言，我係阿喵。大家好，我係阿莫建榮。今期咧係新政慧言系列，咁我哋可以邀請到黃大仙區議員莫建榮議員接受我哋嘅訪問。莫建榮議員你好啊，阿喵你好。咁喺過去3月15號喺彩虹村舉辦咗一個名為彩虹家嘅工作坊。咁莫議員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一個工作坊係做啲乜嘢嘅咧？其實就香港房屋委員會啦，咁持續都開辦唔同嘅工作坊，去了解即係彩虹村嘅居民啦，對於彩虹村嘅重建啊，唔同嘅階段關注嘅問題啊，透過工作坊嘅形式嚟收集一啲意見，喺下一階段嘅設計嗰度可以即係融入佢哋啲元素啦。咁除咗彩虹村嘅街坊會獲邀請出席之外咧，仲有區內嘅唔同嘅持份者啊，包括房屋署嘅代表啦，區內嘅一啲團體啦、租戶啦，或者一啲社團啦、一啲區議員咧都有出席呢個工作坊嘅。咁喺工作坊受邀請嘅居民咧，佢哋對於重建彩虹村同埋新彩虹村嘅設計有啲咩意見咧？好，咁其實房屋署用一個比較活動嘅形式啦，同埋俾一個模型啦，俾大家啦，即係喺度思考翻喺第一期嘅地盤，包括單鳳樓啦，或者係金碧碧海樓啊，同埋呢個兩間搬走咗嘅小學呢個地方啦，即係重建翻新嘅彩虹村係有啲咩特別嘅元素要考慮嘅。咁第一個咧，我哋就知道呢個單鳳樓呢個地方咧，就係十分之靠近嗰個彩虹交匯處嘅。咁將來咧個興建咧要set back 翻褪翻少少位嚟俾個巴士站褪入少少，嚟疏解呢個龍翔道呢個擠塞嘅情況嘅。咁所以嗰個地盤咧就個面積就比較細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就建議係咪喺嗰度起一個綜合設施大樓去裝一啲商業嘅設施或者社福嘅設施，即係好過起一棟比較細嘅住宅啦，因為又近車路個地盤面積又比較少。咁呢個意見咧，基本上同房屋署個設計概念咧係吻合嘅。咁嚟緊就會更加具體啦，喺個設計度啦。咁居民咧都同意，即係出席嘅居民都同意呢個建議嘅。咁初步呢個綜合設施大樓可能有7層樓高，可能有7層樓高。咁佢就會有啲地鋪嘅。咁地鋪係做啲咩用途咧？咁有啲就建議係咪將我哋個而家一啲診所重置翻嗰度咧？或者一啲零售嘅設施重置翻喺度咧咁樣。咁另一方面，佢樓上嗰度係有一啲村內嘅唔同嘅社福機構都可以重置翻個 office 喺樓上咁樣。咁呢個初步嘅一啲諗法。咁至於主要嘅住宅方面咧，就喺原本碧海樓、金碧樓同埋兩間遷離咗嘅小學嗰度就會起3座呢個公屋。咁大家都知，之前我哋節目都提過，啲公屋嘅高度可能去到40幾50層高㗎。咁喺地下嘅位置咧，就會重置翻而家第2期嘅一啲社福機構嘅用嘅地址啦、會址啦咁樣。咁因為嗰度都比較接近翻民居，因為樓上就係公屋噶嘛，咁居民都比較方便接觸到啲居民嘅。咁我哋特別都提議，係咪有一啲公共嘅空間方便啲團體舉辦活動咧？包括舉辦一啲講座咁樣，因為而家彩虹村係有啲咁嘅騎樓底嘅位置，係可以舉辦呢啲講座同埋唔同活動嘅。將來希望喺新嘅彩虹村咧，都可以有啲咁嘅地方咁樣。主要就係重置翻喺而家碧海樓同金碧樓嘅位置啦。另外部分嘅停車位亦都會喺嗰個
碧海流、金碧流嘅位置會新增一啲停車場嘅設施嘅。咁我想問下第一期受影響嘅彩虹村居民咧，佢哋對於新美東村有啲咩關注點咧？係咁啊，因為嗰日嘅工作坊除咗係講新彩虹村之外咧，亦都有提及新美東村嘅設計嚟諮詢居民嘅，所以佢特別咧就邀請咗第一期重建受影響嘅居民出席嘅。咁啊，其實一直以嚟咧，新美東村咧啲居民咧其實咧都唔係咁知道個位置啊，因為都即係好少過去嗰邊。雖然都喺黃大仙區，咁所以最近咧，無論係村內嘅關愛隊又好，或者社區重建隊又好，係搞咗一啲團咧，係即係旅行團、本地團咧，係專門去參觀呢個新美東村嘅。咁上一條片，阿 Neil 你都有去現場睇過個環境啦，咁樣係啊。咁啊，但係居民主要係關注咧嗰度嘅交通問題啦，因為佢距離地鐵站係有啲距離嘅咁啊，雖然而家加咗一啲巴士線，咁但係居民希望咧，將來咧最關注嘅咧就係咪有啲巴士或者小巴去買餸啦，去睇醫生啦。咁買餸最理想嘅就去大城街市因為佢哋話嗰度比較平啲比九龍城嗰邊平啲。咁啊，睇醫生係咪點樣去翻即係伊利沙伯，或者係將來係主要就去翻新嘅啟德醫院啦，係咪有啲交通路線可以去翻咧？咁佢哋都係比較關注呢樣嘢。咁啊，仲有一方面咧，就係大家都知新美東村即係除咗彩虹村會搬過去之後咧，馬頭圍村都搬過去。咁啊，但係咧都係一啲長者比較多嘅屋村啦。咁希望喺佢而家建設嘅平台嗰度咧，係有啲長者嘅康體設施，或者一啲唔同類型嘅康樂設施都可以擺喺4樓嗰度。嗰度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唔使離開條村就可以即係做到運動啦，同埋有啲基本嘅康樂設施啦。咁啊，呢方面都係居民比較關注嘅地方。咁我想知道房屋署同埋莫議員之後對於重建會有啲咩跟進嘅項目咧？我知道呢個工作坊咧唔係最後一個工作坊，嚟緊可能幾個月後都會繼續即係舉辦唔同嘅工作坊啦，繼續去收集居民或者團體嘅意見啦，具體去設計將來個即係丹鳳樓嗰個位置嘅社福設施大樓啦。或者係主要嗰3棟嘅公屋，即係第一期新彩虹村嗰3棟公屋或者啲社福機構點樣重置翻嗰度啦。咁同埋即係成個工程期間啲道路或者行人路嘅安排咁呢啲我哋都會繼續約房屋署去開會跟進嘅，同埋我哋特別關注嗰個公共活動空間嘅問題，頭先都講過啦。繼續可以提供唔同類型嘅活動嘅空間喺彩虹村可以俾到啲居民去參與。咁呢個我哋會繼續約見房屋署去跟進嘅。至於新美東村嗰個設計嘅問題咧，我哋遲啲都可能一並即係除咗同房屋署去跟進之外咧，我哋亦都希望房屋署可以定期去即係數翻我哋區議會講翻而家最新嘅一啲發展呢個項目嘅情況咁同埋頭先關注嘅交通問題可能喺佢入伙之前呢段時間咧早些少嘅時間咧都要有啲完善啲嘅規劃配套咯，釋除居民嘅一啲關注內容。好多謝莫議員同我哋分享多謝大家收睇今次嘅節目。大家記得訂閱、讚好同埋分享呢條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